观众朋友，中秋平安，欢迎收看9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怡珍。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风台玫瑰下晡已经转做中度风台，气象局预告明仔早起会发布海上警报。代替园林到花坛何止各样车帮万分，超过6万人受影响，加初步确诊因短时电流干扰，目前正在抢修。今仔日35594个本土病例，30人死亡。按照今年到达，拢总有206个囡仔重症。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代替园林到花坛这中间的何止各样。自拜四到今，连日修理好势，佮告终已经是第3天。因为佮拄到中秋连假，要坐车的人真多，超过6万人受影响。今仔下晡，交通部政务处长甲代替局长去园林站了解状况。初步确认是2搭并交道中间的电缆，伫火车经过时阵，电流干扰传入去机房，影响到后置系统，目前佮正在抢修。火车到站了后，民众赶紧行出来，大家看起来拢感觉新鲜。受到代替彰化园林到花坛中间后置来各种的影响，伊阁是中秋连假，真侪旅客行程一个延误就是几点钟。复检2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135分钟，觉得很累，很累哈，觉得等很久，就是开到一个地方停一下，再开到一个地方又停一下。代替统计对7月开始，或者出现无正常情形，到7月受影响旅客超过6万人。虽然工程人员赶紧来抢修，不过也是有时好有时歹，也是出现有当时也无稳定的情形，判断是受到无正常信号干扰。另外，交通部政务处长吴尚林，也有代替局长杜眉，也到园林来了解抢修的情形，确认是后置电缆受到列车通过时回流的电流干扰。这中正新跟百潭巷中间这个路段。这2个平交道中间的这个路段，列车经过现场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些电力的回流产生出来的一些突破，那一部分又牵扯到电力线。吴尚林指出，智能车场外这个区段的后置电缆加强突破防护机制，避免受到列车通过时回流电流干扰。相关工程进度有加70完成。不过11就是休假室温上届无用的时间，代替表示下暝7来注意旅客状况。必要时阵会以客温来因应。假如在附近车站包括中部地区有这个旅客这个增加的情形的话，我们会提早启动跟公路客运的一个协助。代替表示，智能车赶紧伫排除故障，虽然有加70会使完成工程，不过是毋是恢复正常也观察。另外，退费的部分是依照相关的退费的办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中秋连假第2天，国道伫尾暗仔嘛开始出现提早上北的车阵，其中国道1号新竹上北的路段是塌甲真严重，车速1点钟上慢，敢若10外公里。那国道5号上北的车嘛真多，公用局预告恐惊一直塌到半暝啊。车辆伫匝道排队等着上国道5号，中秋节连续假期第2天下昼，国道上北头城到白兰路段时速已经达到40公里以下，车侪状况将会继续到半暝啊。西部国道以新竹路段上困难，时速慢达到10外公里。高公局表示，今年中秋连假第2天的交通量大约比疫情之前增加3%。礼拜2连假最后1天车流将以北返为主，建议用路人会当分流上路。在西部国道部分。在南部地区欲往北部的民众则建议在早上9点前出发，而中部地区则建议在中午12点前出发。另外，国5的部分，北向的建议在早上9点前出发。高公局建议用路人，若要北返，会当利用休假日早起相对较离峰的时段出发。疏发路廊部分，伫中秋节迄天车流多数顺畅。公路总局预告，北返的车流将伫休假日中昼过了后出现，预告单日就北道路17800台次通过。因年假的最后一天礼遇需求本处的那个交控中心会持续的动态实施疏发改大客车优先的措施并依据交通状况动态调控疏发路廊沿线的路口标志。公路总局提醒，礼拜2休假日有5省道主要路廊，包括第61线就北路段、甲第9线南回公路往屏东方向，拢会出现北返车条。民众出发进前会当查询路况，避开塞车的路段甲时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风台玫瑰，目前是1点钟11公里的速度往北北西的方向行。今仔下晡已经转做中度风台。气象局预告，明仔早起会发布海上警报。
若阵风台卡路偏向西边，也是讲刺激暴风圈的半径扩大到180公里，都可能伫后礼拜二发布陆上警报。所以都候补了，要买船票回去喽，超级大混乱哦，差不多150公尺。拜六早起，人踢甲十通通，南苏开湾港全拢是排队准备要坐船转来旅客，不少人不安。去南苏也未24点钟，就爱搁坐船转来，只因为每回风台来搅局，中秋连假去了了。我们才来，所以24个小时，才走到7而已就被通知要回去。昨天下午到，然后结果就被通知要提前回来台湾。为了避免风怪伫岛上，多数旅客选择提前结束行程。要么过南苏、欧航后壁湖甲富公港船帮在伊全部停航。华船队表示，初到境地南苏旅客有4400多人，保证只有4个船帮，恐惊有不少旅客爱留站伫南苏。气象局表示，文雄风台下到2点正式升级为中度风台。预计还是以明天的清晨到明天的上午这一段时间是有可能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文华风台目前伫高乱偏东风53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点钟11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行，超级风暴风半径大约150公里，有个后礼拜二上挖进台湾。礼拜2的时候，离台湾的东北角这里是最近的，暴风半径扩大，或者是整个路径在往西边偏的一个程度，还会 touch 到台湾的这个陆地。气象局表示，礼拜21到后礼拜45，文回风台伫台湾东方海面刷动的速度真慢，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后礼拜1、2，北部甲东北部山区爱注意落雨，可能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河发生的几率。预计后礼拜3了后，风台会远离，落雨明显顿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今仔日增加35594个本土病例，114个中重症，30人死亡。另外有加2例囡仔，MIS-C 的个案，上细汉的敢若2岁，加在已经好完全出院啊。若今年到达拢总有206例囡仔重症。中秋节连假，新冠本土病例无减少，初10拜六新增加35594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六同期增加将近1成。全台湾1万以新北市病例数上多，已经连续5天超过7000例，中重症有114例，死亡有30例。另外新增加2例儿童重症 MIS-C 的个案，拢无慢性病史，也无做过疫苗。年岁上细是2岁查某囡仔，伊6月8确诊，8月底 MIS-C 发病，加在经过断医治疗了后，已经好起来出院了。截至今天，儿童重症总共206例，包括脑炎31例、肺炎22例、心肌炎1例、败血症3例、笑吼10例，家中死亡7例，MIS-C 有129例，共病3例。本土疫情渐渐来清悬，有医师烦恼讲，最近除了中秋节，也有国庆日的连假，拢是民众自费活动的大日。加上年底选举，参选人走摊拜票行程真多，是不是要达到敬酒情形？虽然若无挂号，疫情恐惊更较歹控制。选举时有些不太好的文化，像是说那个敬酒啦，或者说候选人要去握手啦等等啦，那我觉得就是尽量能够减少与人的接触。医师提醒，老人甲囡仔是为着了后重症高风险的族群，对着这波 BA.5 疫情，一定爱甲疫苗做好，也是降低囡仔发生 MIS-C 的风险。民众参加聚会活动时，因为爱记得常常洗手、挂嘴安，并且爱甲人保持社交的距离。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连假第2天，各地头的天气袂歹，出门佚佗的民众有变多。中部的清境农场甲游乐园拢一人订。若台南的安平码头，即阵有摆一寡迪士尼气球，城袂少人去观光，侪民众排队拢等要翕相。中秋连假第2天天气真好，海拔1000多公尺的南投清境农场出现真侪游客，民众规家伙大细，同齐出去佚佗，伫草皮食物件、饲羊、看羊仔甲美术表演，有个规日入园人数超过5000人。截至10点之前的话，大概有入园人数2500人，预计前天的入园人数会超过5000人。台中的大型游乐园有个连假3天会当去运大约2万人。伫台南的安平码头，出名的万家金浦的大型气球浮伫水面上是真高水，游客抢咧翕相。
很活泼，就是可以整个带动，就是说大家有不一样的感官。对，因为之前没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类似像装置艺术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出去佚佗无袂记咧食好食面，台人出名的小食鸡，碗中道排队的人出现，小港仔米粉、春卷、碗粿，店家无用试试，比起连假第一天游客加2成。今天比较好，大部分廉价的话，通常都是第2天会比第1天好。连假出去佚佗，也有民众选择去庙的，因为听讲农历8月15也是土地公生日，槟榔茶城的土地公庙容易接受祈求平安的民众。我们就求平安，主要是来跟福德正神就是祝寿这样。大概是求平安，然后就是对啊，就是一些像疫情的那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希望疫情赶快平稳这样子。趁中秋暝，家人团圆进前，民众先去后花行行的，把阿假期放松心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车白过身，伊的后生查尔斯3世伫台湾时间7日下晡5点正式宣布接位，成做新的国王。不过，查尔斯3世因的声望甲女王伊丽莎白2世比起来是差点点。未来要安怎保留王室的传统，阁会当推动革新，得到人民的信任，恐惊阁有一大路要行。And she is mourned most deeply in her passing. That promise of lifelong service I renew to you all today. 头一摆以国王的身份对全国发表有6个谈话，查尔斯3世稳定民心，答应继续老母终身服务承诺，维护君主立宪的信念价值，同时应对外在环境的变化甲改革挑战。国王的首场场大致上得到民众的肯定。不过，对3岁就成做王朝，因讲一世人拢伫台位的查尔斯3世，一直毋是王室高人气的成员。最近的民调显示，查尔斯受欢迎的程度只有42%，比伊老母75%是差真多。23年甲戴安娜王妃的婚姻伫丑闻中来结束。甲婚姻外女朋友卡米拉结婚17年，社会又有一寡议论，批评的人认为讲伊两者自负，我都做大代志。也毋过伊多年来也致力自身的工作，成立基金会帮助失业弱势人民，关注环境甲气候变迁。不过做国王了后，必须更加严守中立，远离政治改革议题。在这国家经济不好的时刻，伊也希望增减王室的成员降低开销，维护王室社会地位，减少批评。虽然国家度过哀伤的时刻，凝聚民心，挑战也是真困难。He succeeds me as Duke of Cornwall and takes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Duchy of Cornwall, which I have undertaken for more than 5 decades. 查尔斯3世正式宣布将王朝之位交予大汉后生威廉，也明确认证伊的家后卡米拉的王后地位。资深的王室记者乔布森表示，查尔斯3世国王的任期会被看作是团维护后生的过渡期。威廉甲凯特伫王室内底欢迎度，敢若在女王之下，也慢慢愈来愈有经验。新生代继任会赋予君主制度一种现代感，可能是王室延续落去的必要元素。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来关心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最近乌克兰伫东部战线哈尔科夫发动反攻，有真好的进展。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已经甲30外个砖头，超过10万公顷的土地收到回来。伫俄罗斯占领我7个月了后，乌克兰军队总算收复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科沃村。半年外来，村内村大约40个人，多数是老人。因还阁带领警方，和当初俄罗斯军方下令带入土卡的乌克兰人为体，协助调查战争罪行。Вогнепальні поранення потилиці та були відрізані вуха. Він з ще одним мешканцем захоронили цих людей. Позначили це місце. І коли поліція повернулася, 当地固定革命家厝变做砖仔厝野石头，居民困伫地下室几个月。家庭协会主办靠着罐头规划，总算等着5军方拍体，碰着热日的俄罗斯军车等伫路边。最近3天来，俄军真紧推进50公里，收复俄党失去的土地。На даний час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України звільнили, взяли під контроль понад 30 населених пунктів в Харківській області.
总统泽伦斯基初稿表示，已经收复哈尔科夫加赫尔松地区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俄国派驻哈尔科夫地区的官员声称，俄军赢得重大胜利，突破俄国防线。专家分析，俄军即马离俄军前线重要的铁路补给中心库皮扬斯克只有15公里。俄国是继续公布直升机甲军车增援哈尔科夫地区的画面，也继续空袭反击。乌克兰甲欧盟世银进行的评估报告测查公布，指出战后将需要3940亿美金重建经费，大约代表超过10条盟国拢出手斗相共。泽伦斯基表示，欧盟150亿欧元的宏观金融援助已经批准，将对刷落来的寒冬作战有帮助。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在乌克兰国内，欧洲上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自3月和罗西亚占领以后，电厂的6台机组，剩1台有在跑。有专家烦恼讲，即阵电已经互切断，若阵电厂家己发电机阁袂行，无法度赶反应炉，恐惊会演变做亲像福岛核灾事故。釜山诊所内底有等要生怀孕人，也有拄生完的妈妈。诊所离这个扎波罗热核电厂只有120公里远，万一不幸发生辐射外泄，也是炮击，工作人员已经伫地下室穿好床位。窗仔边沙包也拢贴好啊。30岁玛丽娜伫开诊了后第3天发现有新，虽然生囡仔早就有计划，不过伊讲即阵的心情实在真复杂。Але коли почалась війна, звичайно, це були дуже змішані відчуття, тому що не знали, чи радіти, чи ні.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гадати те, що відбувалося з Чорнобилем. Як це страшно. І те, що відбудеться, якщо зараз, це буде страшно не лише для нашої країни, як вони хочуть там для наших людей зробити, це буде страшно і в першу чергу для них. 位伫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是欧洲上大核电厂，对3月互俄军占领。即阵外部电力拢互切断，6部机组即阵敢剩1部也伫运作，靠这部来维持安全的供电。尽管乌克兰甲俄罗斯双方互相伫骂炮击电厂外围，严格核电厂更加惊无电、炉心无度冷落，有法国核能专家警告，恐惊演变成做福岛相关的事件。Та ж ситуація, фактично, перша стадія цієї ситуації вже є на Запорізькій атомній станції. Тобто втрачено все зовнішнє живлення, всі лінії перебиті рашистами, і зараз станція працює сама на себе. 外部电力损失敢无度启用备用的柴油发电机咧？乌克兰核管委员会指出，若继续断电会启用，严格电厂互俄军占领，所来爱运补柴油真困难，加上用量真大，根本无可能逐工来补足。即阵已经开始伫考虑甲核电厂关起来，严过关厂了后，要怎来继续互反应炉冷落来，是无进一步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外界预估美国联准会可能伫9月22即天，甲基准利率各有悬3码。学者预估，全球经济衰退下半年会愈来愈明显，而且明年会更较严重。若国内电子业因为订单减少，一寡生产线停放，开始销库存。学者表示，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上海恐惊连3%都保袂掉。卫生纸最明显，以前是150几块，就涨了将近15%了。越基层越辛苦啊。民众日常车本是哀哀叫，物价一直起，无看到情形，收支无平衡，日子歹过。学者讲，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恐惊也会继续，因为美国联准会用息升息拍这个通货膨胀，美金是继续强势，全球资金破美金的结果，造成各国货币贬值，钱是愈来愈薄，进口物价变贵，让甲美国通货膨胀转到其他国家，因为全球金融海啸已经出现。世界上也大概有6、7个国家隐隐约约有金融危机开始浮到台面上来。如果变成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话，那我们看到的对世界性的这种金融海啸，可能又要浮出来了。央行近日公布国内7月的金融情况 ，M1B 加 M2 年增率分别下降到6.67%加6.99%，是近4年半以来首见的死亡交叉。市场解读资金换水恐惊有问题。另外，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的指数 BMI 7月出现大落了后，8月指数是47.2，创下2020年7月以来新低，近期是继续来减速。
一旦美国如果进入经济衰退的话，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台湾没有办法置身事外，1年的这个时间左右，有可能恶化的程度会更明显。对着全球的经济，学者是感觉忧心，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全球能源价格也会继续起，推升通货膨胀压力。欧美终端市场的需求下半年已经衰退，全球的经济无好，台湾电子业出口是首先受到影响，订单的金额已经开始下降。在去库存的压力之下，明年经济表现恐怕比今年更加歹。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敢知影，旧历8月15是中秋，嘛是月老的生日。台北航海星空标特别举办活动，甲月老做生日，互想要求姻缘的善男信女，拢会当拄到有缘人。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旧历8月15中秋节是谁的生日呢？因为我们为了庆祝这一次月老的生日，然后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今年月岛圣诞的第一场活动，台北航海星空标传金龟仔替月岛接收，嘛分互信众，互信众会使钓一个金龟婿转去。卫生都好，对不对？啊，大家拢放在落地啊，对无？啊，转去。如果那是男主角甲女主角，你食一喙，我食一喙，你讲安尼好无？当然嘛好，而且听讲伫月岛生日这天求姻缘较灵性，所以真侪独身男女专工经这天来求月岛祝福姻正缘。朋友说月老今天生日啊，所以说想说，很少听过，以前都没在拜，就来拜一下。特别穿全身红，就是把自己打扮得跟红线一样，让月老可以直接看到我。然后我刚拜拜的时候，我也是直接挤到最前面，我就直接站在月老正前面，然后讲了很久。你讲了多久？我旁边都换过一轮了，但我还在那。星空标嘛甲书法社团合作，互善男信女求姻缘签了后，甲好话写伫院的开线顶悬砸转去，朋友亲人会当结善缘来团圆。记者林书豪曾派文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4度到29度。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23度到33度，东部地区24度到32度，外岛地区25度到32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在嘉义有一名女性成立一个物流直播的平台，透过网络销解公益团体甲店家产品，替在地产业拼销路。所来7点半，青春咱的网，带观众朋友来看因是安怎行销嘉义的特色。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咱再会。